位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聖伯多祿聖保祿大教堂，被譽為巴洛克藝術明珠，喺17世紀中葉飽受戰爭蹂躪後重生。1654到1667年，俄波戰爭密切相關。當時立陶宛大公國遭俄羅斯軍隊入侵，維爾紐斯遭受嚴重破壞。立陶宛大將軍柏茨在戰爭期間發誓，若能將敵人逐出立陶宛並恢復和平，他將捐資興建一座教堂。戰爭結束後，他履行諾言，於1668年開始動工。教堂外觀相對簡約，但內部裝飾卻令人歎為觀止。教堂內部擁有超過2000尊由石膏製成白色雕像和裝飾，涵蓋了聖經故事、神話、生物及日常生活場景。主要裝飾由意大利藝術家 Pietro Perti 和 Giovanni Maria Galli 負責，佢哋將意大利巴洛克華麗感與當地宗教情感完美融合。特拉海古城距離維爾紐斯約28公里，曾經係立陶宛舊都波羅的海地區唯一島上城堡。14世紀時，立陶宛大公國正面臨胡頓騎士團強大威脅。海斯圖蒂斯大公選址喺加爾韋湖 Lake Gelgi 島嶼上修築城堡，利用天然湖泊作為屏障，極大地緣增強了防禦能力。城堡由新時代在維圖塔斯大公時期，他在1409年完成了城堡大規模改建，轉變為一座融合了防禦工事與居住功能嘅哥德式基底。1410年，格雷瓦德之戰大勝後，城堡防禦壓力減輕，逐漸成為大公接待外國使節、政治外交中心。在14世紀，特拉海古城係進入首都維爾紐斯前哨站。若特拉海古城淪陷，維爾紐斯將直接暴露在敵軍面前。城堡內亦展示當時士兵用來抵抗外來入侵者時古時武器、盔甲。特拉海古城喺2000年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，正朝住世界文化遺產目標邁進。